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8月10号在家会族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公义的话。今天要读耶利米书21章1到14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你们要留心听我上主的话，你们天天要执行公正的审判，从欺压者手中解救被压迫的人，不然你们邪恶的行为会激起我的怒火，那是没有人能熄灭的。耶利米书21章11到12节。21章经文在描述西底家王去请耶利米来帮忙代求，但上帝说他要把犹大交在巴比伦手中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耶利米就传达上帝的话，要犹大人投降巴比伦人，以保他的性命。上帝责备犹大王自以为安全，不听上帝的劝告而行恶，导致上帝要毁灭耶路撒冷。面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军队来围困，西底家王引述西西家在位的时候的历史事件。当年耶和华曾奇妙地拯救他们，使耶路撒冷免遭亚述王西拿基立的毁灭。就是西西家王他恳求上帝，祷告上帝，最终得到上帝的帮助。然而我们看西底家也以为他这样求会历史重演。耶利米的回答打破了西底家的幻想。公元前586年，犹大人被掳时，西底家终于成了末代君王。所以我们看见西底家王似乎很谦卑来求问神，甚至呢，他也相信上帝一定有奇妙的作为，他是这样的神。然而上帝没有应允他的祷告，反而宣告会有瘟疫、刀剑、饥荒，他要接二连三来攻击他们。上帝必不顾惜、不可怜、不怜悯。奇怪，我们来想，为何上帝没有应允他的祷告呢？因为上帝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这是在诗篇66篇的18节。所以因此在12节，上帝要他们每早晨施行公平。14节，上帝也强调，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来刑罚你们。犹大的君王和百姓并不是真正的敬畏上帝，在乎上帝，只是因为他们遇见了危难、困难，才来抓住神，好像临时抱佛脚一样。所以上帝并不应允这样的一个祷告，因为没有好的关系。耶利米早已预言耶路撒冷必遭毁灭，却遭到城中领袖的否认和嘲笑，直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西底家王才向上帝来求救。但是他仍然不理会上帝的警告，也不承认自己的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也常是这样吗？在顺境中，我们可能漠视他的警告，唯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才来哭求上帝，寻求他的帮助。所以我们要思想，你是否平时就注重与上帝建立深厚的关系呢？还是只有在遇到麻烦困难的时候才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呢？
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您赐给我们有绝对的自由选择权。我们祈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善用你所赐的自由，特别要选择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不叫我们离开你恩典的道路，不叫我们为恶所胜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，还有盼望。我们下次再见。